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号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坚。新闻一开始，先看国际消息。伫咧德国的东部城市莱比锡，一个33岁查甫人，唔知什么原因，赛车凶冲入去市中心的人行区，造成2个人死亡，还有真侪人受伤。警方第一时间就抓到人，这详细犯案动机搁来调查。救护车的警示声直直弹，大批警察伫咧街仔路口封锁线，也有民众甲救护人员当咧抢救倒伫涂骹的伤者。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拜一下晡发生汽车弄人群的事件，造成真侪人死伤。Wurden mehrere Personen verletzt, 2 davon leider auch tödlich, 2 weitere schwer verletzt und es gibt mehrere weitere Verletzte durch Wegspringen etc. 意外发生的时，市中心人来来去去，一台轿车所凶撞入民众咧行的区域，大家行甲四界走。警方伫咧车内抓到一个33岁德国男性，而且对犯罪现场展开大规模调查。Es ist eine Amoktat, von der wir hier sprechen. Also wir gehen von einem Einzeltäter aus und haben momentan auch keine Hinweise, dass es gegenwärtig noch eine Gefährdungslage gibt. 目前警方当咧理清嫌犯的动机，初步认定是单独犯案。莱比锡市长也第一时间赶去现场，安打市民惊吓的情绪，强调局势已经完全控制。Die wichtige Botschaft ist, dass alle Menschen davon ausgehen können, die Lage ist jetzt geklärt, es gibt keine weitere Gefährdung, alle können nach Hause gehen. 这几天来，德国捌真侪届发生汽车冲撞也是压倒攻击的事件。虽然嫌犯已经抓到，也毋过冲撞的动机是刁工攻击、政治因素、宗教因素，也是心理健康的问题。警方也搁爱深入调查。这场悲剧也搁再引起社会大众对高浓式攻击也搁有公共安全的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内彰化市中华绿桥，昨昏是发生严重的死亡车祸。一个查甫人食毒赛车，先弄到一台机车，佮弄到一台轿车，造成2个人死亡，家己嘛重伤。全是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乌多摆徛伫路的后壁一台轿车驶真凶，就安尼弄到机车，所落来规台车失控，弄到桥墩了后，佮弄到另外一台轿车，车祸弄甲真直啦，现场路苍苍，警消接到通报，随赶去现场救援。机车的部分是一名男性啊，年约64岁，左手截肢，然后左大腿开放性骨折。那路桥上面的对向的车子是一名女性啊，年24岁，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但是也是曾经欧卡。这场车祸发生伫拜一透早4点外，一位姓高的驾驶伫彰化市中华西路甲晓阳路口，毋知什么原因，先去弄到机车，佮冲去绿桥，弄到对向车道的轿车，互弄到姓吴的机车驾驶，参姓王的轿车驾驶伤势严重，送病院急救，人嘛是救无回来。俩数的驾驶参互弄到的轿车乘客受伤，警方表示检验发现俩数的驾驶有毒品反应。经医院提供高性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我讲我歹势，我歹势，做进去的不良，最高是做歹势。俩事驾驶的老爸表示，过去后生有吸毒的记录，这回造成严重的车祸，对受害者的家属感觉真歹势。也那警方指出，这个31岁姓高的俩事驾驶确定是吸毒赛车，目前人搁咧病院急救，专案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再来看苗栗的德南，礼拜半暝啊，一间自助洗衫店火烧，加在是无发生重大灾害，初步判断应该是烧拍电所引起的。商局表示，伫咧2024年时有完成县内洗衫店的清查，有用到假水接超过80公斤以上的店家，拢有列管。自助洗衫店出现真大的火光，民众踹一个，边仔的店家嘛赶紧摕灭火器来灭火，也紧通报消防队到场支援。主管车主到场之后，并未发现有爆炸的现象，但已有浓烟冒出，车主人员立即布水线进行灭火。车差半暝11点外，苗栗县德安镇花东街这间自助洗衫店发生火灾，消防局举报赶到现场拍火，好在再无造成重大灾害。业者尾仔嘛赶到现场做善后工作。就是 logo 墙的广告灯，就是那个广告灯的变压器反路了。哦，所以还好没有影响到机器这边的。算不幸中的大幸。
火疗人员经过调查，初步判定是因为用电无细致引起火灾。业者表示，火甲在店内有准备灭火器，第一时间民众发现及时拍火，灾情才无扩大。毋过自助洗衫店状况嘛真济，中华都要发生起爆意外。台中今年初，原来有餐厅员工甲有油的棉仔倒布提起自助洗衫店行大，造成小规模的火灾。精油的燃点呢，大约是在50到100度左右，那刚好符合我们的烘衣机，在高温的状况下，会造成这个精油有可能会自燃的现象啊。使用液化石油气，它要串接场所要80公斤以上的一些场所，我们才有这个符合我们法律的规范的一些基本的设备。苗栗县消防局表示，2024年已经完成县内自助洗衫店的清查，不过符合消防法列管条件的，敢若占少数。消防局表示，这间店使用的是天然气，依照消防法无需要列管。县内118间洗衫业当中，敢若4间是需要列管在案。民众认为，除了应该加强列管，嘛爱定期稽查，减少类似意外再发生。记者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变弱啊，不过因为华南的分河区佮向东来，中部以北佮东半部地区也会继续落雨。咱来看温度。今全台湾普遍拢是多云的乌阴天，明仔载过后温度渐渐回升，这水汽减少，敢若东半部地区佮恒春半岛小块落雨。拜五过一爿风面到时到会搁再变天。这礼拜天气拢无稳定，中部以北的敢若剩18度，雨水会搁较济。拜五方面接续来，爱到礼拜母亲节才会较好天。落地渐雨，大家毋若是举雨伞，也穿长袖。连续假期结束，方面过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温度更加真明显。拜二华南分西向东平线，落雨范围搁扩大，中部以北温度会降到18度。明天整体来说的话，下雨情况比较明显，连中部南部地区的温度也会下降个2到4度左右，而北东地区的话，相对来说温度感受比较偏凉。拜二开始，全台湾天气更加无稳定，北部加中部山区容易局部大雨。拜三到拜四水汽小可减少，温度明显回升。不过拜五如果一部方面，全台湾拢会落雨。过来东北季风增强，一直到礼拜母亲节迄天，水汽才会减少。北部地区自日时开始，温度会慢慢回升。天气的这个变化的这个速度还蛮快的哦，每2天就有一次的这个变化。前面有这个华南雨带，然后中间周3、周4天气又比较好，然后到周5、周6又有这个锋面跟雨带要通过。专家讲爱注意，即马伫咧关岛东南边嘅纬度海边嘅热带扰动，所落来2-3天会慢慢发展，可能伫这礼拜后期增强成这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强度风台，看起来是行向菲律宾以东的海峡了，结果转向北平，严估也是会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的太空产业又有好消息，成功大学夏汉民太空科技中心所开发的立方卫星，礼拜成功伫咧美国发射。亚中大学甲鸿海合作的第2代近地卫星တင်柱號，嘛伫咧同时间成功送入预定的轨道。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sunami early warning systems. 火箭发射特步的解说员，那配合画面，那小解这摆卫星任务。初三伫美国太空基地发射的 SpaceX 啦，9号火箭，咱台湾有2粒卫星伫顶悬，其中台南成功大学一粒上自称 Pollux 近地卫星，是学校开4年外，结合30几跨系所的学生甲产业界合作，对规划设计开始，一直到成功发射。校方讲，这粒卫星代表教育、科学研究甲产业发展3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和学生实际参与卫星制作，成功替咱台湾的太空产业培养人才。学生呢，透过在立方卫星的实作里面，把课堂的知识获得真实的实践，那等于也是一本没有课本的太空教室，好让学生获得经验。除了教育意义，校方讲，这个卫星有环境监测、灾害研究甲天气观测的任务。然后，遥测相机会当强化影像处理，嘛会当监测电子量，用来预测海中的发生。学生讲，看到成功大学的标志出现伫全球直播的画面顶悬，卫星成功发射进入590公里远的近地轨道。大家知影，这4年的努力有价值啦。我们大概测了2年多吧，从一开始建立机制，到最后真的筛出可以用的电池，到现在。电池在卫星上面有成功运作，就是很开心，我们没有白费这个努力，还有正常运作，然后没有做物理性上面的任何机械性上面的损坏，那就对我结构就是
我是最后确认它不会解体的那一个，对，就是非常的开心，它真的到了太空了。除了星带卫星，这届发射成功的也有中央大学甲鸿海合作研发的第2代珍珠号，未来将会运用伫手机信号加强甲物联网的应用顶端，透过近代卫星投资布局，提升台湾伫咧太空通信产业的竞争力。记者柯家族、柯超阳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总统赖清德出访非洲的友邦斯瓦蒂尼，有风声讲同款的坐因的国王专机转来，按算今日就会到台湾。美国国务院表示，台湾是美国佮有真侪朋友国家的同伴，出访无应该有政治算计。该是中国时报，国民党甲民众党共同宣布，宜兰县长会互国民党的立委吴宗宪出来选，对决民进党的林国章。最后是联合报。高铁烫屏东环境部第2阶段环境影响评估的界定会议，铁路局认为讲高雄案是上界好的，不过也有委员讲直接增加车帮，对新左营到屏东地段对环境影响嘛是上少。继续来看，总统赖清德出访斯瓦蒂尼去参观因的这王家科技园区，这是两国建交以来上界大的计划。另外，也有专工去拜访因国王的妈妈，赖总统嘛讲受到热情的款待，互有返到厝的感觉，也邀请王母搁再来台湾访问。双手按，赖清德总统出访斯瓦蒂尼，西沙岸接受四国国防的国营款待。赖总统重申大使的感情袂因为任何外力干扰的影响，希望双方最近合作。此访是特别搁再替台湾出声，讲联合国强调袂闹到任何人，不过实际上也是有人被排除在外。And whatever situations we are all in, we should all come together, and we should all be in support together. Taiwan can also make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all mankind of the world. 在各种国际的场合，国王陛下都高高的站在讲台上面，为台湾仗义直言。那样的身影可以看得出他的勇敢。在当地时间西沙岛，赖总统也去拜会四国王母恩同比，当面感谢，可以跟他登到厝内共款。赖总统讲到，伊家己感受到敢若等到第2个家共款的温暖，也邀请王母一人搁再访问台湾。顶一遍访问台湾已经是10年前的代志。王母也讲，台湾就敢若是伊第2个故乡。伫即天，国王亲自导览，赖总统去四国的国际会议中心。司王讲，这座特别先进的建筑物，那兼各种会议甲高峰会伫斯瓦蒂尼举行，也兼真侪世界各地观光客来访问。双方建交58年，虽然这座行程备受到阻挡，不过是无影响台湾走向世界决心，对稳固能源安全的自由组，到开拓非洲门户的产业园区，搁再到基层的农业援助。赖总统讲，这座行既达论性科技3大优势，加4国深化交流合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股昨受到台积电的带动，去1778点，收盘是40705点，嘛创下新纪录。台积电是起到2275块，联发科是开盘就冲甲紧绷。专家嘛提示讲，这嘛台股已经起过头啊，短期内这股票操作风险会介大。5日连假了后，台股迎接头一个交易日，各调整4万点。这届不是起去倒落来，是一直起悬冲起。测试台股开盘39228点，上悬40755点，起超过1800点，中场收伫40705点，大起1778点。这嘛是台股史上收盘攻上4万点。专家分析，除了美国伊朗战争紧张降低，国家顶礼拜台股4大科技头人宣布，搁再确定 AI 成长趋势，带动台股大起。像台积电呢，就通吃了 TPU、GPU 的一个订单。那联发科呢，就是因为切入了 Google 的一个 TPU， 所以等于台股原本主轴在 NVIDIA 这个主轴就已经很强了，现在又加入这个 Google TPU 这一块所以走势就又更强。点到台股大起10点的导火线，嘛股王信华收伫17545块，起1070块。款内股台积电嘛收伫关键2275块，起6.56%。联发科的
估价为开盘到收盘一路起停锁死，超2870块的新天价。根据统计，今年1月至4月，国际股市拢有真好的表现，以韩国气势上强，大起56.59%。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起48%，台股起34.4%，土耳其起28%，日股起17.77%。不过，回顾3月全球金融市场表现，捌因为中东战争油价大起，拍乱股市起悬的脚步。因为台股3月落价幅度超过10%，拖退劳动基金获利表现，将3月份收益4344.5亿，获利回吐3786.5亿，收益率为10.83%，落到5.76%。3月份的主要的股市的呈现的震荡走弱，所以债市也是有同样修正的态势，所以基金呢在3月份呢确实有获利回吐的一个情形。劳动基金3月获利回吐，不过4月是因为台股单一个月起22.71%，渴望收益提高。另外，伫新制裸体基金前3个月收益数比前2个月获利求水将近2508亿，平均每人3月份小面亏损差不多2万块分红。记者采访报道。国际上紧继续来关心中东局势，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重要的石油工业区，讲遭受到无人机甲飞弹的攻击，伊朗佮放出风声，讲有拍到美军的军舰，也联合国是警告，讲反对任何可能会引起大规模军事对抗的行动。航班追踪网站显示，真侪飞去杜拜甲阿布达比的飞行机，伫个所有的阿拉伯天顶飞来飞去，甚至搁改飞去到阿曼首都马斯克特。波斯湾航线大乱，因为伊朗搁再发动攻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外交部8日暗发声明，指控境内主要石油工业区受到来自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引起火灾，海边也无平静。伊朗半官方媒体指出，2粒飞弹击到美军伫雅斯克港口附近的军舰。ارتش اعلام کرد با اخطار قاطع و سریع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ارتش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ز ورود ناوشکن‌های دشمن آمریکای صهیونی به محدوده تنگه هرمز ممانعت شد. 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虽透过社群媒体答文反驳这个讲法，强调并无军舰受到损害。电报指控伊朗发动小艇甲无人机扫了商船，美军已经绑了6到7架伊朗快艇。另外，有一架南韩营运的货轮也传出爆炸导火，掉伫海峡。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平台证实，而且邀请南韩加入美方的自由计划护航任务。面对川普指控，一个北约国家伫伊朗战争当中对美国支持的力头无够，北约秘书长鲁迪回应，欧洲已经听入去啊。And we're also seeing many countries now starting to pre-position key assets close to theater for the next phase. So I would say again, the Europeans have heard the message from the US and the US President, like last year with the summit in The Hague, where we collectively agreed for a stronger Europe and a stronger NATO. 针对波斯湾搁再起冲突，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真烦恼，强调荷姆兹海峡必须要保持开放。联合国强调立场，认为各方必须要遵守国际法，确保这个海峡的航行自由。联合国反对伫这个地区进行军事对抗，呼吁各国都要较有站责的。4月初，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冲突又搁升级，国际油价起码6%，美国4大指数全部收乌，道琼搁较落557点。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来看2023年摕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伊朗女权运动家穆哈马迪，去年12月互人关起来，有媒体就报道讲，伊即阵人伫咧心脏科的病房，状况无稳定。家属嘛希望讲爱赶紧转院，伊的律师嘛主张讲爱赶紧甲人放出来。路透社报道指出，穆哈马迪阵人伫伊朗西北部的渐渐省，2天前紧急对家家封锁往病院送入心脏科病房，情况是真危急。对着穆哈马迪血压真无稳定的状况，病院敢若甲伊斗算术帮助伊喘气的方法，家属认为这对着改善病情拢无帮助。پزشک قانونی استان زنجان گفته ما نمیتوانیم کارو بکنیم، باید دکتر معالج خودش نرگس در تهران قرار بگیره. بعد در 11 سال بعد این در کشور غریب چیز شدن و این تنهایی خیلی بهشان فشار آورده و این خبرها ناراحتشان میکنه، یعنی بدونی که مادرشان ببینن و بدونن حرف بزنن ناراحت میشن. 定伫公开场所，无爱目头巾来凸显女权的穆哈马迪，2005年12月第14摆互抓起来，并且被判处7年半有期徒刑，予伊总计刑期加起来前后超过38年的时间。
ببینید جامعه ایران برای رسیدن به دموکراسی به ابزار قدرتمند تقویت جامعه مدنی و تقویت جنبش زنان به خصوص بعد از جنبش زن زندگی آزادی نیاز داره و متاسفانه خب جنگ این ابزار رو تضعیف میکنه، از قدرت اونها کم میکنه.不过，那是甲小介律师无多甲穆哈马迪联络到，流亡在外的伊朗人甲伊朗国内联络也完全拢登去。敢若是2026年，伊朗当局就以国家安全为理由，2摆切断对外口的网络的连接。首先是1月中间造成几啊千人死亡的全国抗争，随后是2月28开始，美国甲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了后，一直到5月初3，伊朗网络断线连线超过65天。对了这款的情况，维持网络就成做伊朗国内民众甲外界联络的希望。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指出，现阶段上受注意的方式就是经由 SpaceX 公司的承认。也毋过，上界重要地面终端的设备，伫伊朗是被列入禁止买卖项目。若是违反的人，上悬会判处2年的有期徒刑；若数量达到10个以上，刑期加倍到10年。也毋过，伊朗民众依然一个线一个去买。人权团体估计，伊朗境内至少已经5万组的终端设备，其中大约1/10是伫过去2年半内底经由走私入去伊朗的。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荷兰的游船发生汉他病毒疫情，已经有3个人死亡，目前停伫咧大西洋维多礁共和国的外海。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公告讲是低风险，不过维多礁共和国也是禁止游船靠岸。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发生枪案，造成4个人死亡，也因为要买总统大选啊，这是引起社会惊吓。罗萨总统普廷决定5月初8甲初9圣日日要停火，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讲，伊无接受到通知，而且佮讲这罗西亚先来攻击乌克兰，即马说讲爱伊停火，实在无公平。过来，李焕英特别针对国防特别条例第4届调查协商，这国民党主席戴立文表示讲，因党内敢若少数人支持8000亿的版本，也有风声讲，这民众党也要佮提出一版共款是8000亿的。立委陈昭主席回应讲，因会佮再讨论。国防特别条例抑个卡伫立法院，虽然要进行第4遍调查协商，不过国民党内面抑个瞧袂好势，有党中央的3800亿加 N 版本，抑个青壮派南洋立委的8000亿版本，基层担心影响年底选举，也影响党主席的威信。和平委员会敲电话给南洋立委，希望支持党版。主席陈立文随时伫广播节目也坚持3800亿加 N 版本。先匡列再说，匡列了以后就一去不回了啦。党团多数一直是坚持3800亿加 N， 从来没有动摇过。要改成8000亿的，从来都是少数意见。但是我们很尊重少数意见，让他们充分表达。真的是赞成8000亿的多，那这几天国民党中央就不必这样强力动员啊，又找黄复兴到处打电话，到处跟党籍立委施压，不必了嘛。陈立文强调，大部分的南洋立委拢认为党版无问题，若是有压力伊来打。调查讲是主张狂列8000亿，党结4000亿，南洋2个版本瞧袂好势。随后党团大会要做决定，有可能用投票表决。当明天的党团大会的话，大家会共同来讨论啊。那至于用什么样的方式，其实都不会排斥。那我想，重点是我们党团。就我们国民党团一定会团结。国民党内也无共识，民众党团除了原本的4000亿版本，也团讲伫协商前会有备案，提出8000亿的第2版，放入美国可能会公布的第2批军购。能够做专案报告，然后我们去了解，这个是我们最重视的原则。那至于就是说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军购军力这个内容等等我们党是保持的比较开放的态度。台湾国会的决定，世界都在看。那我们不希望我们最后的这个强化国防条例，给国际一个对台湾不利的讯息，那就是台湾人民并不想要强化自己的国防。对在野党版本意见无同，那被强调一定会达成共识。范云讲1.25条行政院版本包含对美国军购，一个强化本土国防论性，希望调解支持强化国防，卖传达错误的信息和国话。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看外岛的海底电缆大马4号，中华电信是头一届交予本土的公司来做，自初二在拜六开始布线，要拼9月完工。海南通信关系到国安问题，有学者嘛认为讲，除了爱加强建设，嘛针对有问题存在黑名单，也含这第一岛链的盟友来共同分享情报。5月连假结束了，当日的民众有线电视也是未看的，电脑上班有人写会断线，因为连接东引甲北港的大马3号电缆4月29登去，当天地区的网络通讯全部拢断，除了抢修，中华电信是开微波通讯闭环。因为2023年大马2号甲大马3号两条电缆拢断去，严重影响马祖的通讯。中华电信即马要由大马4号海缆，随时伫南港介绍澳口海峡正式布缆，已经到华段登陆的阶段，要拼9月完工。目前包括我们有线电视还是不能收看啊。包括网络在使用上面也会有断断续续的问题啊。大幅敌人就回到正常生活了。因为像之前都使用习惯，突然海缆断掉，当然会对我们在使用上面会造成生活上面很大不便啊。这是过来第一遍由本土公司东方风联负责由离岛海缆，展现台湾建立通讯轮性，具备基础建设的能力。大马4号海缆由新北市穿出去，串联东引乡、南安乡加西基岛，将会加即马的2号海缆，将伫咧修理的3号海缆加微波系统，经过多重闭环。台湾海底电缆将脆弱，这几年定定登记。地理资讯分析公司邀请地台营运长王碧林北警告，海缆安全是无规则战争的战略浪棒。建议第一岛链包括日本、台湾、菲律宾，用情报共享、技术整合，建立透明化，非对称威胁。可以有这些情报交换，有一些黑名单，比如说他影子舰队，如果是有境外势力是恶意的要破坏海缆的时候，可以尽快的。几乎及时的，甚至是预先的部署。台湾已经把海底电缆列做关键基础设施，去年也修法3度通过海缆7法，有宪法会让吓惊。学者讲，海缆的攻击是无对称消耗战，台湾要反制乌鸦舰队，就要建构多重轮性，对预防就是应对，事后执法、修复能力，每一项拢袂欠的。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配偶池春英因为牵涉到摕中国的资金介入台湾的选举，甚至是非法监控伫咧台湾的中国配偶，目前是已经裁定羁押禁见。陆委会也要检讨伊的定期资格。另外，针对中国配偶的团体中华人华婚姻家庭服务联盟敢会解散？这对政府嘛回应讲，因为李干事任期到期啊，拢无解散，会依法来处分。中配池春英因为牵涉反渗透法受到起诉，根据起诉书内容，池春英配合中共指示，为特定政党候选人做设徛台，并且登记向中共汇报咱国政情。池春英所负责的中配团体中华两华婚姻家庭服务联盟，内政部以即联盟李干事任期超过期限无依法解散，而且发公文辅导了后，依法无改善，甚至要解散，表示依法来处分。我们支持内政部依法执行政，未来。任何两岸的交流，任何国内国外的人民团体的交流，都应该遵守中华民国的法律。这只是单纯的行政裁罚，跟徐春英个人涉嫌反渗透法的司法案件不应该混为一谈。陆配只要依法取得中华民国的户籍，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公民。藉由特定的事件对陆配群体污名化，这就是歧视性的言论跟分化。国民党立委尤浩也讲，虽然国安红线未使打掉，不过政府应该用更加开放角度，主动协助中配甲外配群体。陆委会是讲，对着池春英伫台湾的定期资格，会依照集权进行检讨，一旦注销，会丧失台湾的身份甲根本权益。对着中华两华婚姻家庭服务联盟会被解散，创会理事长苏穗言讲，这台湾的政治环境已经甲中配标签化了。去创立这个联盟的时候，就看到太多的陆配的社团在各个县市都有。那为了就是大家服务方便，但是其实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硬是扣在一个社团的头上，我觉得有点过头了。姐妹们，其实这么多年想我们再来台湾，有的理事长热衷地方上的服务，难道他就是一定会是所谓的被渗透吗？我觉得这个太过于牵强了。新卫前南投县议员的苏穗言也讲，家己有意搁再来参选县议员，也若根据陆委会进行核实两华条例内底有关在台湾设置10年才获得参选的规定，未来由移民署向中选会提供中配丧失原籍证明的资讯，予中选会进行候选人资格审查，相信今年9合1地方选举就使适用了。记者综合报道。
第二份消息来看，台北市最近讲因市区的鸟鼠真多，今年初佫传出有人感染着汉他病毒来死亡。这台北市长周万安昨也去到环境部开会，中央是建议讲爱公布放鸟鼠药啊地点。因基层的理事是提醒讲，除了爱用鸟鼠药啊，若是有人乱饲动物，也应该爱开罚单。运动快点赛跑，你拢无山形公园的草坡顶面有真侪鸟鼠坑，边仔树基已经整理过啊。位伫双连接运站边仔市场是真闹热，严过进前有民众伫社群顶面分享一段几若只鸟鼠伫草坡顶面扫来扫去的影片，画面上烦恼鸟鼠探生的问题。就在那边跑来跑去而已啊，那有整理过啦，现在都没有啦。最近的老鼠是比较多，水沟或是比较阴暗的地方，多少都有了一些老鼠。附近的民众讲，满满一箱鸟鼠药啊，民众讨价这边无啊，也提醒是不是民众去饲鸟啊，接个鸟鼠少来，建议市府要加强处理。现行公园的部分，你会看到有一些鸽子啊，那就有人不当的在那里喂食这一群鸟，鸟吃完的，剩下老鼠吃嘛。那你长期有在投喂的话，它一定会定点在这里。市狗的主人也惊讲，狗仔会去食着鸟鼠药啊。环境部长彭启明未来会要求市府来公布这鸟鼠药放的所在，也建议地方首长会再启动跨局处合作，对症下药。市府的首长一定要亲自下来开会，然后来督导，然后定期呢跟市民朋友报告，一定要有决心，才能够解决这个鼠患啊。市政府我们一直以来就跨局处在进行整个处理老鼠的问题，全面的来进行。从年初开始，我们都没有松懈，接下来会拟定很具体的应应措施。台北市环保局也进一步指出，鸟鼠较接出现的所在是大安区、中山、中正、大同、艋舺，严格数量唔是真多，局处会真拍拼来清洁。最近新北淡水一个70岁查甫人确诊汉他病毒症候群，卫生局讲个案无明确接触鸟鼠的情形，这感染源依然伫调查。有民意代表是留作为民众的真情，讲伫南口运动公园有鸟鼠真接出现。针对我们的地下水道或防火巷，还有周遭的环境，全力的来落实到位的清理。你没有直接接触到它，但是如果你的环境中有老鼠的排泄物，它引起了一些尘土飞扬，那你吸进去了，或者是不小心接触吃进去，都有可能。医师指出，为着汉他病毒的症状甲感冒差不多，拄开始时较无度看出来，可能出现发烧、胃寒、头壳痛、肌肉酸痛这情形；严重时甚至出现有出血的情形，像是目睭结膜、有血、腰子功能受损，也是肺炎的症状。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北市公车专用道的路口，因为普遍拢是大路口，这车辆灯嘛要等真久。去年开始试办分段来过车路，分3个灯号，一段一段来过路。第一档较省时间，效果嘛袂歹。市府嘛按算讲要扩大专区，年底就会全部完成。来到台北市民生东路3段甲东华北路的这大路口，因发现地港一条行人过路线设有3个行人通过号志灯。小绿人号志灯亮起，但是行人只能先走到安全岛上停等，待后方的号志灯转换时，才能够继续穿越。长长的过路线灯号不是共齐，是采分段通过。台北市政府讲，这是利用倒挖车辆甲过路人行过路线无冲突的时间，让过路人会使先行过第一阶段的过路线，来到公车专用道的月台。试办了后发现，过去为了赶公车，抢过过路线的违规情形大幅下降。搭公车的时候是有比较方便，就是你不用等红灯等很久才可以搭公车。前面会先是绿灯，然后我就不晓得要不要走，等到3个都绿的才会走。台北市政府解说，分阶段通过，袂互原本要经过大路口等待总秒数增加，反倒当时到公车站等民众会使减少等待时间。不过一条过路线3个灯号，有的民众会无傻傻。以前一个完整的行专线都是一次绿灯，那我们现在是会分2段，它是会有1段绿灯1段红灯，所以这部分就是民众原则上是看灯号去行走就好了。由设有公车专用道的大路口，原本拢是过路人行较久较长的路口，由一摆就行过解说分阶段通过，相对也好行路较慢的过路人方便安全来通过。台北市府也规划未来将结合公车月台的分段行过设置，会扩大到全市15条公车专用道来实施，预计年底才会到全部来完成。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阿里山出名的爬山步道玫瑰山，礼拜一爬山客咧经过22号桥的时阵，煞无顺利跌落去。这林批处是赶紧调动台车，载搜救人员去救人，刚挨出来，加在送医了后是无生命危险。你除了腰痛，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搜救人问下落去山壁下面的4位查某人，确认伊人是清醒的。这查某人甲7个登山客斗阵，到热门的阿里山登山步道明月线去爬山，经过明月线22号桥时，无顺利下落去山壁下面，山友赶紧报警才来救人。女性伤者年约32岁，不慎摔跌落边坡约6公尺深，伤者意识清楚，主诉腰部疼痛，消防人员以背负方式送抵登山口。为了缩短救人的时间，林体处出动大车，载一个搜救队伍到案发所在附近。搜救人员找到伤者了后，按已行出深山，结果由大车转搬载往阿里山园区送医治疗。搜救队伍为免王女2次跌落受伤，于是轮番背负撤出，随后由铁道台车接驳，载至阿里山园区后，再由救护车载至医院治疗。他那个等于是也是一个大众路线，不会去注意到一些小问题。你只要稍微不留意啊，那种滑倒啦、绊倒啦，有些山路啊，你看到它是好好的，但它是松动的，你一踩就滑下去。山脚提醒山区有真侪风景、真水的登山步道，行也是翕相时阵爱注意这环境，避免去大坑下落去山壁下面。建议有人斗阵去爬山，并且爱注意天气的状况，降低这个意外风险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刚才看高雄的轻铁，拜六讲有人落车时，佮行伫咧铁基路顶，司机甲饲喇叭警告，才要赶紧离开。高捷嘛表示讲，今年到今，民众撞入铁基路的事段发生这事故的有3件，违法上当是当罚到7500。初二暗时8点出啊，2个查某人就安尼带司机行伫咧轻铁的铁基路顶悬，等到轻铁司机饲喇叭，才赶紧用走的离开铁基路。这是高雄轻铁的新上国小站。照理讲，民众坐到站了后，爱行斑马线去两边的人行道。这2人敢若是直接驶过护栏行落来草瓦埔。对此，高捷公司表示，民众的行为已经违法。一度停车，鸣笛要求离开轨道后，列车恢复正常行驶。该民众的行为已经违反大众捷运法。依法可开罚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之罚锾。高捷表示，今年1月到今，民众无细致撞入轻铁铁基路的条数统计，人的部分有3件，车辆的条数嘛有3件。除了宣导以外，其实伫咧车头月台附近，拢有做真侪告示牌，提醒民众袂使进入轻铁的铁基路。附近民众讲，在顺路这段不定看到有人行伫的铁基路顶，尤其是外国人，因为路草无实，看无指示牌的常接发生。因认为爱针对过路人加强路线的方向指示。他们其实蛮多人都不知道要走斑马线过去，他们都会直接沿着这条就一直直直走。我朋友来到可能都会看不到这边是轻轨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你说有一个明示的，就是配套或是怎样会比较好一点，其他外国人看到才不会比较容易闯进去。高捷讲，民众无细致撞入轻铁铁基路，敢若有造成条数的，才有列入统计。这也代表，亲像这2个民众的违规，唔知影有偌济件。对此，民众表示，因为轻铁推送也无介久，大家也袂关心。若是会当加强过路人的路线指示，无论对在地人还是外国人来讲，拢会有帮助。记者柯家族柯超雄高雄采访报道。讲到伫咱台湾，这大人食薰率已经降到12%。不过，中基科技大学上新的研究所发现讲，台湾的非都市区家庭二手薰的危害是真严重的。甲这家长可劝讲，卖食薰了后，敢若无到10%人认为讲安尼会成功。食薰有害健康，二手薰搁较互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做一级致癌物质。国内最新研究发现，台湾非都会区家庭二手薰危害真严重。若厝内有人食薰，而且超过90%会伫厝内食。有时暗时若关门伊要食，我会较念啊，我会讲门关开，开门食，空气歹安尼啦。基本上就是会听啊，有时候不听劝还是会在里面抽啊。中基科技大学健康促进团队首创亲子戒薰策略，伫2023年3月至9月，伫西部沿海4间国中进行研究，利用学校课程教学生囡仔，将戒薰的观念甲资源带转厝，拢总1200外学生囡仔参加，其中6成7个亲人有食薰，而且有9成1会伫厝里下室来食薰。研究显示，8.1%家己认为介入成功，亲人愿意减量，也是家己互我食。8%
当然看起来是很低嘛，可是以我们在推动戒烟班的时候，那个戒烟成效也不高啊。所以青少年能够回家劝导家属，至少我们有办法介入到家庭了。更担心的是，烟草公司推出的没有烟臭味，但是一样有2手烟害、3手烟害的电子烟、加热烟这些新型烟品的问题。研究团队是讲，这届研究目的主要是伫提升青少年健康意识，而且有将近一半学生囡仔愿意试看卖，将有公共卫生的意义。未来会阁优化教学方式，像讲结合戏剧加数位工具，希望会当慢慢降低二社厝内二手分害问题。记者采访报道。讲到最近桃园机场检疫犬海报 ICU， 因为设计甲真有创意，伫咧网络顶称红。虽然讲这检疫犬真古锥，不过嘛提醒这旅客伫咧狗仔执行任务的时，莫晚进来翕相，才袂影响到检疫工作。这狗仔会讲紧，毋过看起来嘛是阁足古锥的。顶悬写讲，莫讲你毋知，动物是物的制品，你无要申报许。这张海报搭伫咧机场，声袂少人的眼光，大家拢加看一眼呐。伫咧网络顶嘛已经穿起来啊。那你觉得它这个宣传效果怎么样？应该有狗的话，注意力会比较高吧，比较容易被看到。这个海报你觉得怎么样？中文母语者会知道说，可能那个吸就是指会有狗狗要闻身上有没有不该有的东西，但是可能对于国外来的可能不知道这个谐音梗嘛。互检疫狗来做宣传海报的主角，这个海报拢是机场检疫站的同仁家己设计。若机场的检疫站表示，桃园机场伫咧旅客入境的时阵，常常会看到无共单位的宣导，因希望用更较醒目的方式辅导旅客做动食物的申报，才袂罚罚钱。在桃园机场服务的检疫犬呢，在去年一整年查缉到的量呢，大概查缉到7000件的检疫物，那大概是3800公斤。检查行李发现腊肉，工作人员当咧甲检疫犬训练，除了来侦测肉类，也佫有菜色、果子、种子等等。目前派伫咧桃园机场的检疫犬有25只，去年总共装到7000件的案件，嘛提醒旅客，这个狗仔咧做工课的时阵，唔好去甲因交叉，唔好要去甲因翕相，才袂影响狗仔做事。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栽培编剧的人才，这文化部去年举办台湾影视编剧学院，第一届拢总刊成8个学员，互因实际参与电影的开发。有学员嘛讲，经过训练，帮助因突破写剧本的障碍。这文化部长嘛讲，台语影视真有发展的空间，也鼓励有兴趣的幼稚投入台语剧本的创作。时间到啊，我就刷起啊。台湾电影大梦票房卖超过1亿，嘛摕到金马奖的最佳原著剧本奖。若2026年头一季规个国片的票房，就已经超过去年规年的成绩。为着要栽培优质编剧人才，文化部去年推出台湾影视编剧学院，拜文化部甲台湾影视编剧协会办实作分享会。有学员讲，经过训练嘛，帮助伊突破写剧本的思考视角。就是想要非常有创意，但有的时候好像重点不是在创意，对，有的时候反而是你应该要去思考，是另外一个面是这个创意到底是不是观众想要的。去跟着这个教练的身边在做观摩，然后也让他们知道。产业上这一些教练实际在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台语剧本人才培育的部分，文化部长讲，早期台语受到打压，历史新世代看不捌台语。不过，今嘛无论台语电影还是台语戏剧，愈来愈时行，伊认为真有发展的空间。是有一群很大的族群是可以欣赏非常优雅的台语的观众，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潜力很大的一个领域啊！我在这里鼓励大家，然后投向这个台语编剧。文化部表示，因有推出鼓励表演艺术台语来用产制计划，无论舞台剧、纪录片等等，拢会当来申请，嘛鼓励创作者制作愈优秀的台语作品。记者郭金勇、谢桂林台北报道。那讲到英国的马铃薯鱼，真侪人真爱食，就亲像台湾的卤肉饭同款。不过即阵因为成本也悬，佮加上原料、雪鱼会当掠配价减少，即马一份就要卖你大票600块。
伊把个米粉糕煎甲酥酥细细，搁再配现制的马铃薯，这是英国上代表性的国民美食。不过怎么被点一份来食，价钱无俗。伦敦这间煎鱼马铃薯条店，10多年前一份乌线细鱼套餐无够6英镑，不过即卖就要15.5英镑，差不多代表600外块，成本一日起，业者人气拢挡袂牢。Since the Ukraine war, as we all know, prices have gone really high, and our gas and electricity have gone through the roof, about 300% more than we used to pay before. The Barents Sea quota for cod reduced. In 2019, it was 1 million tonnes total allowable catch. So that's how much fish they're allowed to pull out of the sea. This year, it's 285,000 tonnes. So it's around about a quarter of what it was in 2019. 传统的细鱼介绍一直降袂落，业者只好变通，改用其他较俗的鱼，或者是把每一份产的量变较少。虽然老主顾也是来买，不过也强买挡袂掉啊。If it gets to £20, then yeah, you stop coming because it's, you know, like it's all right if it's one of you. If you've got 2 children and a wife, then it's like it comes to like a lot of money. 有统计，伫即马英国煎鱼马铃薯条店已经做3万外间，减到只敢剩差不多9000间，所以政府即马要用43亿英镑纾困方案来斗3工，希望保掉这个当讲是国宝级的英国料理。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辑。来看古埃及的法老王，大多数拢是查甫的，不过嘛捌出现过查某的法老王，其中一个真出名的就是埃及艳后。这西班牙嘛设计出 VR 展览来介绍女法老的一生，嘛写超过20万人来参观。第360度虚拟投影出来的古埃及皇宫内，女法老王当咧看前线转来的战报，刷落来罗马帝国的屋大维打败女法老王的精灵，夺取罗马政权，嘛互女法老王统治的埃及，接做罗马帝国的附庸。这位号做克里奥佩特拉7世的女法老王，就是后世人讲的埃及艳后。Everybody has an idea of Cleopatra and what her story means, and some people might focus on the politics, other people might focus on her appearance or her relationships or that kind of thing. What the exhibition does is it sticks to what we know and tells the story on the basis of what we know. 关系埃及历代女性法老王，考古学家的讲法无啥共款，估计上济有到12个，不过证据上充分的，敢若4个到7个，包括最后这位克里奥佩特拉7世，其实是出生伫希腊的马其顿，伊的祖先托勒密原本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部下。受封埃及统治者，佮自立做法老王，也就是讲托勒密王朝其实是希腊化的埃及。Based on the kind of evidence that somebody like me, an Egyptologist, is more familiar with, we've go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nd textual evidence from the time, Egyptian inscriptions, in Egyptian texts, Greek texts as well, that complement those sources. So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she was a genuine historical individual. We can say when she reigned, we can say something about her family background, how she came to the throne. We know what the historic and political context of her times are. 克里奥佩特拉7世为着要夺回埃及的政权，前后正做凯撒甲马克安东尼的精灵，不过最后也是伫海战当中失败，煞自杀身亡。The great advantage of this one is that it is going to give people a really vivid idea. So hopefully they'll come away understanding the way that the events of Cleopatra's life unfold, but also the kind of backdrop to that, whether we're looking at Alexandria or we're looking at Rome or we're looking at, you know, Actium and a battle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middle of the ocean. 克里奥佩特拉7世伫历代女性法老王当中，统治的成绩甲历史地位无算出色，不过充满传奇的一生，是真侪电影甚至电子游戏上好的题材。对木片时代的蒂达巴拉到好莱坞巨星伊丽莎白泰勒以及少年一辈的盖尔加朵，数十名女明星拢捌扮演过这个角色，证明埃及艳后伫死了2000多年的即马，也佫有相当的商业价值。这项展览进前伫西班牙马德里展出，访问超过20万人。伫英国伦敦了后，佫有6个国家的城市伫排队等待。公司新闻，齐嘉玲编译。
插播上新消息，总统赖清德去访问友邦斯瓦蒂尼，即马赖清德的面册也公布讲，小等下伫咧10:40分，人就会转来到咱台湾，会伫咧桃园机场发表谈话。新闻最后最好来关心天气的资料。北部地区18度至22度。 中部地区19度至24度，南部地区21度至30度，东部地区19度至27度，大岛地区17度至24度。 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